中兴大学开发一套智慧农业前瞻预警的平台，是以 AI 的人工智慧去演算辨别农作物的状况，由这个平台来提供农民种植的建议。除了会当减少浪费资源，也通让这个农作物会当得到上妥当的照顾。 一包一包的精品米，全部拢是用 AI 科技修成的成果。中兴大学团队用 AI 技术来种植，开发出智慧农业预警平台。这套系统是以人工智慧演算法来分辨农产的生理特征，分析生长状况。在10秒至15秒之内，可当提供农民相关的建议，调整种植的方式，提升整体栽种品质。 我们只需要手机的 RGB 影像就能够反映出作物的生理，就有点像例如说中医的望闻问切，你在防范于未来。 学者指出，过去农民拢是靠经验来决定因产甲种植时机，不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，靠经验已经未准。这个 AI 平台原理是用影像去取代高端的机器，农民只要用手机来翕相，就能收到系统上好的栽培建议，操作较简单，农民嘛较愿意使用。对于那个农民在精准的判断里面，还有真的是省工，对他们的效益之后得到的时候，事实上他们更愿意去使用这个系统。 中兴大学表示，若透过这个平台，引产可以当省2成水，也就是讲全台湾每一年引产用水会当对目前的62亿吨减少12亿吨，会当省1.65亿个电池，减少3.15万吨的碳排放。未来打算会对目前6公顷的实验农地，渐渐扩展到1400公顷用来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